冇錯，今日就嚟到石岐區公認嘅富豪區東河北別墅區，信獨棟過千萬級別墅。呢度唔單止係散發出金錢嘅魅力，仲有非凡嘅實力。相信中山大多數本地人都知道佢卡位。小區門口行出嚟就係濱江公園同埋祈公河。今日呢套別墅佔地486方，使用達600幾方，花園150方左右，帶獨立車庫，採用全掛大理石外立面，上下共4層。入嚟呢就係一個70方嘅大會客廳，8米嘅中空挑高，豪華裝修，全屋大理石上牆。咁呢度共10間房，6個係套間嚟嘅。書房、麻雀房、娛樂室應有盡有，超乎想象。中山別墅千萬，唯有呢度獨享呢一份不可複製嘅光景優美環境資源。期待你嘅喬遷之喜，留言俾我。